大家好，我哋係心思，相信大家都試過塞車。平時冇咩做的話，塞下車都冇乜所謂，兩個人傾下笑下，時間過得好快。但係若果要趕時間，遇上大塞車，就真係想殺人。今日我坐 Peter 順風車返公司，遇上大塞車，Peter 要趕返公司同老闆開會，仲要俾人搶咗喺公司門口嗰個咪標位。Peter 嬲到想殺咗個司機咁滯，最後會點呢？聽埋落去就知啦。今朝我哋比平時早15分鐘開車，平日返公司只係要20分鐘，點都夠啦。好衰唔衰？今朝落雨，搞到大塞車，塞咗成20分鐘都冇喐過。Peter 唯有打電話返公司俾老闆，話要遲半個鐘頭。點知俾老闆鬧到狗血淋頭，話 Peter 若果15分鐘之內返唔到公司就好自為之。我坐喺 Peter 隔籬聽到都唔好意思，俾人鏟到上天花板嘅 Peter 手車就越開越浪，喺佢左穿右插，又俾人問候咗唔知幾多次之後，我哋終於喺10分鐘之內返到公司附近。下一個街口就係公司大廈門口，咁啱喺門口仲有個咪標位，但係 Peter 揸得太快，剎車剎到條胎出晒煙，架車滑咗出個車位，佢要倒返車入去。正當 Peter 倒緊車嘅時候，後邊有架車一聲唔該都冇就泊咗入個咪標位度。嗰個司機仲落埋車，Peter 塊面由紅變黑，直頭想落車食咗個司機落肚。睇見 Peter 個樣，我就諗起韓國第一位犯罪側寫師權日勇寫嘅《研究怪物的人》呢本書，透過唔同案例分析犯罪心理。犯罪側寫師嘅工作就係重建犯罪現場，分析動機。書入面提到隨機殺人通常分兩類，第一類就正正係 Peter 頭先經歷緊嘅，遇到刺激嘅過度反應，例如一個脾氣暴躁嘅人，最近生活遇到挫折，就好似 Peter 俾老闆鬧，如果呢個時候俾人踩一腳，又或者俾人搶咗個車位，怒火就會一發不可收拾，甚至做出極端嘅行為。而第二類就係因為自己嘅問題感覺到無力，特登揾發洩對象。近10年韓國隨機殺人案上升，作者發現呢類罪犯有個共通點，佢哋長期有一個被剝削嘅感覺，覺得冇辦法改變現狀，心底積壓住一團怒火，最後導致到佢哋殺人嘅就係想破壞其他人擁有嘅美好事物嚟揾翻自己嘅自尊。其實兩類都源自於無力感同怒火，但係第一類就係即時爆發，第二類就係預謀發洩。書裏面強調理解呢啲共通點可以幫助預防。作者舉咗一個真實嘅例子，有個男人將架車泊咗喺條巷入面埋伏，等咗20分鐘，有個女學生喺對面馬路落巴士，同男朋友揮手講拜拜。當個女生行過巷口，個男人突然出手殺咗佢。事後個男人解釋話，個女學生有青春、有愛情、有前途，而自己淨係辦理緊離婚又失業，覺得殺咗佢自己心情會好啲，就係咁簡單。呢種將自己嘅無力感化為對無辜者嘅惡意，就係怪物嘅誕生。當然呢個只係書裏面嘅分析，用嚟講解心理，絕對唔係鼓勵任何嘅暴力行為。講返 Peter 單嘢啊，當時佢喺車入邊呼吸急促，我真係驚佢會變身做馬路炸彈，又或者落車打人。好彩普通人同怪物最大嘅分別就係我哋識得剎停自己嘅情緒。Peter 深呼吸咗幾下，突然捉住我隻手，問我去唔去食早餐。佢話橫掂都俾老闆鬧咗咯，又泊唔到位，既然都要去遠啲嘅停車場，不如食埋早餐先返去俾人鬧啦。佢咁豁達，我梗係死緊啦。呢個結局提醒我哋，每個人嘅生活裏面都總會遇到無力感同憤怒嘅時候，但係怒氣係可以化解嘅，唔使俾自己變成怪物。就好似書裏面所講，及時察覺自己嘅無力感同怒火，就係預防悲劇嘅關鍵。例如深呼吸、揾人傾訴，又或者求助專業輔導。今日要講嘅就係咁多。呢本書除咗隨機殺人，仲記錄咗好多韓國經典嘅連環殺人案，
例如拍成電影《殺人回憶》嘅李春在案，好真實咁反映咗韓國社會嘅高壓同犯罪心理。有興趣嘅朋友，強烈建議你買一本書嚟睇下。我哋下次再講啦，再見。